受到鋒面影響，中央氣象署中晝11點，針對苗栗縣發超大水豪特報，新竹縣台中市和彰化縣發大水豪特報。西半部台南以北也要注意落大陣雨的情形。因為這落雨已經有不少所在傳出災情，新竹縣是有路橋有警封路，代替來完善早起停駛，預計3點修理好勢。大水襲過來，新竹縣北部鄉南部川北分橋，初時早起7點半左右，因為溪水暴漲，有黃色封鎖線，有警繩封起來。另外，在竹東鎮中興路也傳出路橋倒去、甲土石崩落的情形。五味鄉四行村後背北部鄉南溪村是傳出淹水情形，居民受困，好佳在消防局緊急出動人車救援。7點多我看到的時候，就水位就最高的時候。是啊，對，那這個過就沒有下了，就下來了。另外，新竹市也因為中港和台灣路地下道出現嚴重積淹水，趕緊封起來。正常警示系統的閘門會放下來。那因為這次的警示系統閘門故障，所以呢，在維護這個警示系統閘門的保全人員當下也立即趕到現場。氣象署表示，受鋒面影響，連假第二天全台天氣無穩定。早起針對新竹苗栗等14縣市發布大水雨、大雨特報。甲早起10點20分為止，各縣市累積雨量排名第一是苗栗縣三番，有345毫米；第二是新竹縣北部鄉269毫米；台中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也攏超過100毫米。各縣市上大3點鐘累積雨量排名也是苗栗縣上濟達到575毫米。瞬間降雨最大的地方是在這個苗栗縣的造橋有275毫米，也就是說它在3小時內下了275毫米的這個雨量，已經比我們的這個大豪雨的門檻3小時200再更多一些了。氣象署提醒，這擺鋒面是入春落雨上明顯一擺，受大雨影響，台鐵早起緊急宣布苗栗甲竹南之間暫時單線雙向行車，按算下晡3點會開放。記者綜合報道。